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5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5日除了是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对着这个满100岁生日的黄和伟老先生来讲，也是人生真重要的时刻。因此，上午高雄英明总病院台南分院特别邀请到10位的人士做伙为伊庆生，场面相当温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第5日控制刚满100岁的黄和伟阿公，在10位100岁人士以及病院院友、医护人员的陪同之下，做伙欢庆生日。医护搁特别准备向真久久长长的猪脚面线，甲福寿相传的寿桃，来帮阿公祝寿，场面相当温馨。我们7楼的病房蛮特别的，有10几位的100岁的人位我们就相约了，刚好假如他今天是他的满100岁的生日，周边的人就来一起为他就庆祝，所以今天在座有98岁到105岁。那刚好今天这位的黄爷爷他自己呢520生日，他自己最兴奋的是，他的生日就是历任总统的就职日。高雄伫福建的黄和伟老先生，伫几十年前来台湾以后，已经见证了14年的总统交接。生日拄好伫5月20号的伊笑讲，事成有意才有总统的产生。同时，伊也借着这个机会，分享伊长退休的秘诀。早起来运动，行这途较好啦较早起来运动，行这途，迄个大头开啦。了个了个食对3顿食，买黑白食较袂害。卖黑白食对3顿食就好了。不要乱吃不要吃太多。暗时袂使食啦，食较饱，困袂去。暗时袂使食什么啦，暗时爱特别食啥物无？无。食啥物较长退休？都是迄饭菜安尼食着呢。5日空除了是新任总统就职的大日子，对黄和伟老先生来讲，更是人生当中重要的时刻。因此，伊也甲大家做伙看到电视，用欢喜的心情来度过生日。但新闻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5日空的谐音佫叫做“我爱你”，因此有的新人会特别选伫即天进行登记。伫南区户政事务所，更是伫即天推出结婚4部曲。有立可派的服务，邀请你的伴手礼通好摕，后来登记的新人拢感觉相当惊喜。520的谐音叫做“我爱你”，离今年2016-520又搁有“爱你一路，我爱你”的意义。所以南区户政事务所伫这个难得的日子，特别推出结婚4部曲，不但有幸福立可派，要提供富城传统礼俗。佮准备金签马、向金祝福好运等等，让新人体验嫁出来古早礼俗。这是我们南区特有的一个教堂三一教堂，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南路，就是我们那个奇美的博物馆还有我们那个。我们台南的一个水晶的一个教堂就是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教堂另外，我们提供的咱礼府城这个礼俗区那给新人就是提供不一样的一个礼俗的一个专区和新人那个知道说，我们台南咱是最高礼俗这个台南给我们新人提供这么一个古早味这个结婚礼俗区那我们祝福同仁那另外我们也提供我们市长签名的一个金铲子那给新人祝福他们好运连连那生产这个产子顺利这是我们都是给他们一个新人最大的一个祝福这对已经到10档的新人，是赶伫下班以后，马上来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登记，也成为今仔日来登记的第一对新人。会特别选伫5日空这天，就是希望留下难忘的回忆。会选在今天，因为今天是520，还有特别意义就是我爱你。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交往10年了，
所以就选在今天之后做登记结婚这个动作。看到户政事务所，佮特别准备遮侪项的伴手礼以及大型的服务，互因拢感觉相当意外，也受到满满的祝福。其实还蛮惊喜的，因为我们要来的时候还说忘记带相机，就没办法留照片。我想不到户政事务所这个服务还算蛮不错的。南区户政事务所每一档拢推出全国首创的新人服务，因此伫去年得到政府服务品质奖的肯定，就是希望互来遮的每一对新人拢感受大心利便的服务。感谢新闻站山林跟采访报道。搭配5日空的热调，三星菜签注号码5日空也变甲相当热门，真紧就被大菜宣布封牌，要买到的人拢感觉真可惜。不过，姚民众无特别指定什么号码，只希望伫今仔日会当分到新总统蔡英文的好运气。新任总统蔡英文伫5日空就职，连带着也予三星菜签注号码5日空变成全台上红的号码。加上去年这个时阵拄好开出这组数字，所以1500组的扩大真紧就卖了了。对呀、大概有1个礼拜了，都不能买520，都封牌。对呀、因为总统的日子吧，1个礼拜了，每次都买的时候都买不到，客人都每天都来买，8点5分就封牌了，晚上哦。对呀、8点5分可以再买了，但是他又封牌了，已经给人家买完了。等于是多久就封了？他又马上开的时候就会马上封牌了啊。对啊，5分钟。有的人本地是要趁到5日空的日子签注这组数字，不过无奈已经封牌，只可签别的号码。理由民众无条件选什么数字，只是希望伫总统就职之天，会当分到新总统蔡英文的好运气。我想要今天买，平常有在买吗？有。平常就有在买。对，很少，很少。今天碰碰运气，碰那个蔡英文总统的运气看看。想讲今520要碰加运。啊，520都袂当买啊，要买520封牌啊，无啊。无你本地要买啊？买有啦，我买几啊期啊，都今仔都无。无你本来今要买520。有啦，我买几啊摆啊啦，办几啊摆啊，都无封牌，无要当买。国家台湾彩券的活动举办，这间彩券行伫下午5点到8点将推出刮刮乐活动。除了有大彩的奖项以外，彩券行佮特别准备头奖空气清净机，佮3奖电子锅佮果汁机，要来吸引买去。感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着庆祝5日空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伫民进党支持率真悬的台南，侪无共类型的店家拢自动自发发起优惠活动，并期待台湾未来愈来愈好。今日5日空是台湾政治重要的日子，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总统正式就任，侪台南的店家拢推出优惠动庆。亲像是买任何一种鸡卵糕就送面包，也有火锅业者打出红单庆祝。头家讲等一天等真久啊，所以来店消费的人客，不管你买多也买少，拢免费送面线一盘。今仔日是520总统上职的日子，今仔日来店消费拢送一份面线来庆祝。咱未来4冬，咱台湾的经济会发挥。当时由二手商店买卖店家推出3件851的优惠，互来店顾客物件愈进愈多。我们跳蚤的家今天就是为了庆祝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就职典礼，所以有推出商品3件85折的优惠。然后，因为我们对小英的期许很高，所以希望台湾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对于蔡英文总统这前新政府期待真大，所以大家也希望讲，不只是就职的庆祝行情，而是台湾未来经济在咧新政府的带领之下，真正会当愈来愈好。台湾新闻网采访报道。经营餐饮将近10档的红俊庆，看准安平的消费潜力甲商机，结合侪好朋友开了第1间以泰国虾为主的大型餐厅。除了有17种活跳跳的泰国虾料理，更有将近100道的菜色，
同时，业者为了庆祝520新总统就职，佮推出来店消费脸书打卡，得上活虾1份。原本900平二手回收店，经过业者大手笔改造，变成安平区第一间以泰国虾料理作为主题大型餐厅。头家正是以鹅肉小炒起家，人称大杰的洪俊庆。伊为了让民众吃到上鲜的泰国虾，嘛特别去做几啊颗循环水池来维持活跳跳的鲜虾。加上偏偏是果冻的豆子菜来料理，敢若虾仔都有17种食法。加上去关仔岭才食有的红仔鸡，订将近100道美食加创意手路菜，必然满足台南人经食的嘴。我们的虾料理总共做法有17种，有是那个胡椒虾，这个是大众最喜欢吃的胡椒虾。如果要吃原味的，我们就吃烤活虾。那我们也有做一些新的做法，泰式柠檬虾、梅子虾，很多种口味。然后再加上一个关子岭旺仔鸡，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台南很多喜欢吃旺仔鸡最需要的一个地方。业者虽然才开幕1个月过，不过假日时人气就已经强滚，加上佮拄到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就职，业者嘛以店名拍出台湾本土民主做总的口号。520到5月27号的假日以外，来店内打卡分享，就价值520块的美食招待，做伙庆祝上万为止。中华民国100多年以来出现第一位女总统，这个我们要觉得值得庆祝。为了庆祝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推出了只要来店打卡，我们就送你一份姜醋沙拉活虾，免费送给你。平均对100块到400块不等的大众化介绍，嘛希望让游客来到安平观光，佮加一位邻家的好选择。但新闻管制张伟忠、蔡宏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对着原本看准安平观光投资做脚踏车的业者来讲，受到去年天高热的冲击以后，生意是减了一半。加上政府依然维持造车服务，嘛让因的生意更较歹做。因批评政府，亲像要甲因抢生意共款。为了配合政府并集团安平，八当前就业者看准商机推出卡车游安平。不过，伫去年爆发天高热甲地动灾情，加上大陆观光客明显减少以后，业者拢明显感受生意减半。特别伫一档5、6月份，竟是俗称的5穷6白淡季。人潮减少了，当然就是整个需求就减少了，但是供给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要服务客人，更多层次的客人。嘛，因为来安平的观光客减少，加上市府游玩各维持出租卡车的服务经营，嘛，互业者批评政府甲民间抢生意。不过业者乐观表示，既然已经了落去，8当来超过500万的投资，所以只有以多元的车种为优势来赢占市场。我们一台车可以买他们车买10台车。那这样子我们价格，我们的产品差异化以后就跟它不同了。他做低价位的，然后我们做品质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有服务品质啊。去的时候对产业还是蛮乐观的。我一直都很乐观，
一直都很乐观，所以我可以做8年。安平对7间出租业者收价剩2间，相信嘛是市场竞争自然淘汰。但新闻管制张伟忠采访报道。创立到今将近70档的咸酸甜老店，见证了中正路国华商圈的变化，甲起起落落。不过无变的是，因坚持以古法自产自销，用天然的口味来回馈人客，确实嘛成为侪人的伴手，甲怀念的好滋味。受过去国华街道路拓宽店面缩减的影响，业者伫长途行的出入虽然有较矮，不过重点是自产自销，无化学添加物的咸酸甜，早就已经互人客食会掉嘴。记者采访时，嘛发现在地人特别带美国的花椒来试食，当作伴手菜讲，会让看出因就是爱之味。他们家的东西很天然啊，然后我最喜欢吃芒果干，就是那个艾文，就这种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蜜芒果，可是它今天没有了，那个是加那个叫什么麦芽糖去煮的，对，所以特别好吃。为了摆脱咸酸甜，听讲制作较无重卫生的刻板印象，头家特别开放给记者录影，看如何保đảm丰富这色素，用在地玉质蓝色酸叶来制作，相当高工。镜头所看的，这是因独家人气的商品乌酸叶，也就是蜜酸。我们家的东西都是自己手工天然做的，然后比如说像都是跟台湾在地的农产品来合作，比如说像芒果是来自台南的玉井，然后南溪，那洛神花是台东，凤梨是关庙来的，然后像梅子台中南投那一带，那像制作过程当中也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熬煮的这样。业者对1947年对水果大营业转型咸酸甜传承到第3代，依然坚持组团的古法甲品质，互因101年开始就受到百家好店的认证，甚至少年头家也对包装语言的加强、网络行销，要来拼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的客人里面有很多来自于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大陆这样，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语言上的加强，然后在包装上能够加入日文，然后最好是韩文、简体中文这样，就是做一个国际化，让所谓的老店可以不止在台南，然后也可以走出国际。去年受航海影响，水果产量减少，人讲青椒无够是要安怎拍干？不过到当老店依然家己吸收进货成本并无起价，就希望回馈长期以来老顾客爱好。但新闻管制张伟忠采访报道。高丽节将要来到，除了定定吃到的肉粽、菜粽，更有其他的选择。在地知名饭店听到顾客的需求，特别发挥创意，推出虎城木瓜粽、咸菜粽以及色彩缤纷的马卡龙甜粽。现在带大家抢先来品尝。为着要制作风味特殊的创意粽，在地知名饭店业者到玉井学习当地特色木瓜粽，佮加上家己的卡士佮新创意，增加清爽的口感风味，互食到的人客拢大加娱乐。而且全素食制作，相当有健康概念。另外，老坛酸菜粽用正台南稳甜牛肉，佮加上总铺师设计之下，食起来有一种牛肉面的感觉。那个府城木瓜粽的部分，它是因为我们大内它特产木瓜，然后在地的人他用木瓜下去做粽子，因而出名。那我们把它拿过来，就是做了一个创新。那主要是做素食口味的，它可以健康，很健康，然后没有负担。坛酸菜牛肉粽是严选用台南在地的温体牛肉，对。那我们的概念是从牛肉面，台南牛肉面小吃下去发想出来，那可以让客人觉得说，我们在吃粽子的同时，会去想到，牛肉面的一个口味。那牛肉面它可以是一碗面，也可以是一个粽子。店上方面更是五彩缤纷。由法国的总铺师专力打造这种的法式色调，看起来香巴，而且吃起来健康美味。我们一开始是去年我们推出这款白色的蜜饯粽，主要是用台南的蜜饯下去做，
那很受客人的喜欢。那我们今年陆续推出各款颜色的小粽子甜粽，那主要是跟法国甜点主厨一起合作的。那他加入他的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元素进去我们各种颜色的粽子里面。3种特色创意粽已经开放定岗，佮加上粽造型的保温袋，就是端午佳节上界有特色佮风味的伴手礼。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提升政府机关的服务品质，国家发展委员会举办政府服务品质奖审查作业，希望借此提升各单位的服务品质。而台南市税务局也因为大型的服务，成功得到奖项。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所举办的政府服务品质奖，为了提高政府机关的服务品质，今年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所举办的政府服务品质奖，为了提高政府机关的服务品质，今年已经迈入第8届。今年台南市政府税务局也拍败真侪对手，得到这个奖项。税务局代理局长也亲身带领同仁北上去领奖。这届税务局以着爱心办税、以客为尊作为服务的理念，得到第一线服务机关政府服务品质奖，成为税务界领头羊。这次获奖的有很多个地方呢，都是税务局同仁呢自己开发的一些服务的软体了，比如说像这个自动补单机，像用一卡通缴税啊，还有像这个 iPhone 啊，这些呢都是同仁呢利用公余之暇呢，就业务上啊自己的感受，以及呢随时都想到怎么样来服务市民，然后把它写成这个程式，然后用在这个实务上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所以这次呢也获得这个评审委员的青睐啊，非常对于我们的这个能够主动的，能够提供新的创新的服务呢，觉得非常的好。除了各种大型的服务，也有优秀的服务态度以外，台南市政府税务局也推动各种创新的服务，主动关怀偏乡地区。我们把我们服务的对象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行动办公室，我们对于偏远的地区呢，我们派人呢到现场啊去展开服务。另外呢，我们对于这个身体比较不方便的人呢，我们也有到府服务，好，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市民呢当作我们最重要的服务的对象，啊，我们也希望说这次得奖啊，委员赞许我们的几个到心到府这样的服务呢，在未来呢能够更加的落实。因为未来财政处甲税务局将要合并，局长也承诺会甲更加侪人力调派到第一线，继续推动各项便民服务，也有依法服务等等，让民众得到更加优质、大心、幸福、有感的服务。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105年的房屋税伫5月初开始缴纳，期限到5月31号为止。税务局表示，这次新增加自然人凭证查缴税，以及手机行动支付、健保卡缴税等新服务，好由纳税人多多利用。今年的房屋税已经为5月1号开始缴纳，这届除了过去定用的临柜缴纳、ATM 转销、便利超商代收等。今年更加新增加 QR code、甲健保卡、线顶查缴税等缴税服务，让纳税人也更加方便的缴费。我们今年呢，除了这些传统的缴税方式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健保卡，还有自然人凭证的线上查缴税。那这个查缴税呢，就是说你缴完税以后，可以利用你的自然人凭证或是你的健保卡。去电脑查一查你有没有缴税哦。那你如果
要缴税的话，也可以在电脑上操作缴税哈。还有我们的 QR code， 你用你的手机把它扫进去哈，就把我们的所有资料带进你的手机，完成缴税的方式哈。我们的市民卡哈，市民卡来到我们的服务课的柜台哈，也可以完成缴税哈，就是税额在1万块以内哈。虽然今年有各种的缴税方式，但是嘛要呼吁民众爱伫5月31号期限到进前缴税，避免超过期限被加征滞纳金。如果无收到缴税单，也会当载身份证到税务局现场，使用自动报单机来报单。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多云底渐雨，也是微雨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5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